洒的世界，无人袂懂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该秋天天春的西路，紧行紧冲过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紧往西日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变你的歌，袂唔记得路，袂唔记得路，该梦想像染风的山头，行呀行。你既然有男朋友，你可以早点跟我说嘛，这样我也不会去困扰你啊。男朋友，你搞错了吧？我昨天亲眼看到了，你没有必要瞒我哎。你不是坐在他车上吗？那昨天那个是？林老师，你没有必要为了保留我的颜面，继续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了。我的确是很喜欢你，可是那并不代表我喜欢你欺骗我。如果你有很好的归宿，我也会祝福你啊。郭老师，明天见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血粉给中原你，嘿，郭老师啊，眼睛我都想唔到呢。林演啊，郭先生的事情哦，我都忙处理好啊。不过哦，我看到哦，一天哦，你想唔到的事情啊。你睇冇，原来哦，挨到哦，好教嘅郭老师哦，即最血粉啦。郭阿明，老师，你来了。怎么在偷懒没有画画呢？你今天画了些什么？我今天什么都没画。郭阿明，离截止日期已经没有几天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知道啊，可是老师，我每天都很累了。你是真的很累还是不讲话？你现在就告诉我啊，直接放弃算了嘛。老师，我不是不想要画图，我是真的很累，想不出来要画什么。你要是真的想画，就一定会想得出方法。如果你不想画，你什么理由都会有。我不想给你压力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想好了再走。老师，郭老师，你来了，我饭煮好了，可以吃饭喽。你们自己吃吧。郭老师，我今晚不陪你们了，去找你们邻居吧。郭老师，阿明，市场用要保歉咯，一定向你去保歉嘅，系冇？我唔希望想去畫圖，因為真見懂條，畫唔出來嘛。阿姊，勇敢些啦，先生唔會沉迷啦。林议员呢，打个电话给我，叫我解聘郭老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校长，郭老师的表现这么好，昨天我还夸奖他，今天就要我解聘他，这算什么呢？您也有跟我说过哈，如果您帮他这个忙的话呢，他会有所回馈的。我们学校不是整修这个学生活动中心吗？他会全额赞助。校长，
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也是为学校好嘛。你想想看啊，换到一个老师跟整修学校活动中心，你觉得哪个重要？像郭老师这种资格的人啊，到处都是。我看你啊，就不要跟林议员过不去了，好吧？啊？你爸同意拿身份费本钱，来，你点一下。俺爸弟俩过得好么？有吃饭么？睡得好么？你不是担心啦？起天睡得真好。哥哥有写信本俺得么？对方是哪个来丢钱本俺听听？啊，错嘞，963电话号码，亲像迄寄宿舍的电话，我是向俺爸吼。做得大量在天发本去，什么阿叔？无客气啊！啊，错嘞！最近吼，俺爸的茶园有很多的茶虫，俺是请到俺爸吼，顺便老佮讲一声，老佮讲俺掠到老朋友吼，是有帮佮捉虫，无喷农药哦。什么呢？有查虫，要做唔得一次饭阿叔记掉。阿明，对啦，人来去茶园做茶虫。阿姊，嗰個圖都係咪花紅？郭老師你喺屋企冇喺尋嚟咧，我喺黑日就會花啦。唔知你會幫我，也發唔出乜嘅東西。對啦，先人來去茶園，等東上都會發乜嘅狀況哈。對啦。真今年無來，查蟲就按多。阿姊，我上到我去放馬雞咧。你唔好騙我啦！你聽啊，係冇上去啲兩位，怎會按樣講？係真嘅啦，阿姊。我真係上到我去放馬雞咧啊！跟我終於發唔空。阿明，你用按樣手走咧？哼，粗阿明，我這去馬雞都冇發，你就發咧。冇佢幫你揭咯。你既然有男朋友，你可以早点跟我说嘛，这样我也不会去困扰你啊。男朋友，你搞错了吧？你没有必要为了保留我的颜面，继续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了。我的确是很喜欢你，可是那并不代表我喜欢你欺骗我。如果你有很好的归宿，我也会祝福你啊。事情很凶给按你们。这么说，郭老师以为林老师有男朋友咯？应该那样嘅，唉，也唔知嘅媳婦哦，到底有同郭老師講過冇？遇到感情嘅事情，我們這些旁人也不好插嘴啊。
林老师哎，你先上去，来老几讲呀。你老郭老师讲过了，你真经有飞嘞，给你解释清楚嘛。我记飞，韩国也讲讲俺莫解释个必要嘞。林胜你到底那边嘛该贵呀？好啦，我听你讲清楚。莫爱啊，伊咧课，你还唔系时间，等来处理好自家嘅事情，再将迄老郭老师讲清楚。啊，跳！你啊，真是没认真啊！老板嘞，你们之前讲你话哪偷的？俺那无话讲掉咯，系啊。阿文嘞？两千万。那无啊。小李呢？你们有好不好？我要无哎，你也当我日事了。哎，那老人天数推板啦。好啊，啊老哥，连中要按不牛动掉。俺想要多存一些钱，这里还加做起哦，可能会生意啦。哎呦，无，哎呦麻烦啦，赶紧跟人算钱啊。石梦瑶，当叫无老生意讲法咧，但应该哦，要打10天要分期了啦。用诶，奇怪，都还冇有人家，都到了按多拜。这天发好嘛，都在出门。哎呦，爷爸一定喺逛广场无转熟衫。放心啦，其有时间吼，一定要打电话请你着啦。先生，有要求无哈？我的伤势唔会凊严重，不过有脑震荡的现象啦。你还要搁做脑部断层的检查吼，不过吼，要定期强项以后吼，让电有伤到脑神经无。哦，先生什么啊？讲起真严重哦，我连都搞不干净。你老几又无说，那工头又无财，安样去请人啊？无人真来小三门看啊。终于画完了，不知道阿明画的怎么样。先生，去到你有朋友，虽然去到你蛮像啦。今日脑肚吼，你爱用血缺哦。佢今日爱用班咯。好等哦，血缺无太啦，因为人吼刺青做个3合1，吼，不过哦，无3合1吼，去效果吼最严重咯。像因伫遐个状况吼，毋免讲吼，凊乐悬吼，最后吼，请家不下人吼，还个倒来。下头你也当得去联络咧。系啊。
接，查某老阿咪都当上年的。顾老师，哎，你出去啊？今天要带秀子回山上去，介绍她给我父母亲认识。哇，真的假的啊？你们发展越来越稳定了哈！哎，恭喜啊！其实我跟秀子能进展这么顺利，要谢谢你跟周大山的帮忙。你给了我勇气，周大山让我有了机会啊。别这么说了，其实你们缘分到了，人家也拆不散的了。等着你们喜帖哦。怎么了？郭老师，有件事情压在心里不讲，实在很难过。虽然秀子有交代我，等事情明朗之后再讲，但是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什么事？我跟你说，其实林老师她没有男朋友，你误会她了。是吗？可是我那天明明看到她在那个男人车上啊。她是被逼迫的，她那一天去是要去摊牌的，她几乎不认识那个人啊，她是被她叔叔逼的。拄搭咧按倒摆，用的阿爸拄无在。饭好嘞。阿咪，你饭好嘞啊？来看看啦。你看。用的老茶葱发给冻粉迄个用的啊。因为迄个茶叶冇有农药啊，迄记做嚟个地方，佢都很欢喜咯。佢欢喜，也得个跳啦，出动通啊。阿姊，你发嘅好嘛？我唔知啦，去问郭老师啊。如果冇去参来，我根本你就好教做到嘅，佢冇人嘅講法。我俩个饭拿本记，佢就會參你啊。當然嘅。我哋下出去請記，唔就好咧。马健所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如果林老师真的没有男朋友，为什么他那天不跟我说呢？不行，我要去问个清楚。郭老师，这么晚，你们两个怎么来了？是阿明找你啦。阿敏，快把画拿给老师看啊！老师，你觉得怎样啊？很好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。老师，你知道阿明为什么要画茶虫吗？因为啊，我们家的茶园没有农药，是他最爱来的地方，所以他就很开心啊。这张图画已经下了一个很棒的注解。瓜米，就算你这张图没有办法得奖，你也帮你爸爸设计了一个最棒的商标哦。真的吗？这是你送给老师最好的礼物了。阿明，老师这么说你一定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了？没有了，只是觉得有一点饿。对啊，阿明只顾着画图，都不吃饭。
老师，你看他脸色是不是越来越难看了？你的脸色真的越来越糟哎，但是太累了吧？那这样好了，为了庆祝你完成作品，老师带你去吃大餐，好好慰劳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伤脑筋啊！那骨头里啊，父母不讲啊，俺都联络唔到佢不卡应，养个啥呢？该做啲电话后，看有气质出现无哦，你也较放心哦。这出去都挺动哦。哟，老姑诶，你上来嘛？冇事来嘛？今朝现在生人命迄款咯。差无诶，阿妹，差无，阿妹。还迄亲动爱阿爸哦。也唔对嘛，该是用慢做大按大是请不动，奇怪啊！唔是担心啦，阿爸吼一定咧冒汗，放心，啊，如有时间吼，一定要打电话，一定会请到去啦。好嘞，兄弟家家吃饭，吃饱后出去爽好，哈。阿咪，你都听到阿叔讲嘅话吼，唔好担心，吃饭。阿咪，你个面色越来越难看啦，迄哪位无舒爽啊？无啊，阿姊。你今年冬天做得参加无？有来，曹本义看动画图，精神暗好，让伊根本要去参加。做唔得暗用啊！就算阿爸无伫屋卡，我等下做唔得暗用烂事啊，听到无？迄阵个冬天。若讲做唔得就做唔得啦，迄若书包送开的哈。阿咪，你用的喏，你自己无舒爽哦。好啦，基本日我着唔好去学校吼，我伫屋卡陪你唔好艰苦哦。走啦，我着都监督歇困吼。喂，教授，我是郭云天。是。不是，我是要跟您说，上次您提到那个国际儿童美术比赛的事情。对，那个同学已经画好了。是。好，我会请快递尽快送过去。好，教授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好，再来一起。郭云天。袁室主任。肇东国小渊聘郭云天老师任代课老师一职。因表现不符合本校期许，本校将决定解聘，从即日起生效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凭什么接我的聘？别问我，我只是听命行事。这样叫我怎么服气呢？要判一个人的罪行，至少有犯罪证据吧？要解我聘，要给我一个心服口服的理由嘛？我直接打电话给校长。郭老师，算了吧。算了，如果换作是你，就这样算了。换作是我，一开始我就不会去跟人家树敌，成为眼中钉了。你说什么？
我跟谁树敌？郭老师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为了让谁去参加美术比赛这件事情，不就已经得罪了人吗？还不知死活去追林老师，你知道林老师的背景吗？难道这就是我不是人的原因吗？你就看开一点吧。其实，校长也为了你的事情非常遗憾，但他还是有他为难之处，真的保不了你了，对不起。哎，谢准，你有看到郭老师吗？我每次都奇怪，根本人人都冇看到佢，加做灰佢一冇來。奇怪，應該唔係無所送咩？哎，希望唔記輸他看見好冇？你去好啦，我還有事情，我先去上課。謝本，你還是太戇嘛，人哋讓你吃醋忌諱呢，你有咩唔叫你爸不？實在。你那个妈，郭老师被解聘了。阿盖，郭老师，你别走嘛，等我爸回来，我让他去帮你讨一个公道啊。这口气我会自己讨回来。古阿明的话，我本来是要请快递送去台北的，现在不用了，我自己就是快递。其实我对他的作品很有信心，我相信古阿明他一定能够扬眉吐气，证明我的眼光是对的。好，撇开这件事情不说，那雪芬她知道是因为她的原因你才被撤职的吗？应该不知道吧？哎，汪老师，你做什么？当然是去跟他说啊，这么严重的事情，他没有理由置身度外吧？再怎么样，也要让他知道他叔叔做了什么好事。可以不要说吗？郭云天。如果你们两个当我是朋友，就请你们不要告诉他。我不希望增加他的愧疚还有压力。我知道他有他为难的地方，可是这是我保护他的方式。我知道了，交给我吧。郭老师，多保重。我等你跟古阿明的好消息。另外，我要请你们多帮忙照顾古家的姐弟。我答应过他们父亲，可现在可能要麻烦你们了。照顾孩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，你放心。老师好，老师，你今天怎么没来上课？对啊，老师，你拿那么多东西要去哪里？老师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，所以没有办法来上课。心颖，古阿明有没有在教室里？可以帮我叫他下来啊。他今天没来，他姐姐也没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去玩吧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
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两个都没来上课，我很担心啊。阿明人不舒服，我特地来看一下。阿明，你又生病了？已经好了，没事了。有老师在啊，我就放心了。老师，这里麻烦你先看一下，我先回去忙。好，没问题。什么老师？谢谢啊。郭老师坐。好。郭阿明，我觉得你的脸色越来越差哎。老师，请马老师带你去医院看医生，好不好？不用，就讨厌去医院。老师，喝茶。老师，你带那么多东西要去哪里啊？对啊，老师，为什么你今天不用上课？老师今天来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。我要回台北了。老师，为什么？你不教我们了吗？因为老师在台北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一定得回去，而且我还得赶快把你的画寄到国外去参加比赛啊。那我不要参加比赛，老师，我要你留下来，我不要你走了。对啊，老师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在我爸爸不在的这一段时间，都是你在照顾我们，所以我们才不觉得无聊。如果老师你走了，我们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啦。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啊。可是你们要相信我，老师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不要了，你骗人！如果你走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郭阿明，老师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才要离开的，而且老师下次回来的时候，可能会连你得奖的好消息一起带回来啊。阿明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阿明，老师，他难过一下子就好了啦。茶妹，请你体谅老师。我答应过要照顾你们，却在这个节骨眼把你们丢下来。老师，你不要觉得对不起我们，你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。还有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哦。买来的诶，朱先生啊！茶妹，你不要送我了，你安慰弟弟吧。茶妹，你顺便帮我告诉他一件事。郭阿明是我最骄傲的学生，他一定要继续画图。我会跟他说的。老师，请你保重。老师，再见。阿明，你真嘅唔是迄老先生讲一声做废哦。我冇喺插旗，我永遠都冇喺插旗啦。阿明，你唔好安樣啊！先生一動判定你，佢喊我挨老二講，唔係佢看親有嘅學生，佢喊我唔好放棄畫圖呢。阿明，你下迄老先生講一聲做廢，喊做得咯。以後。
潮，一杯酒出送一送我，人生别离多。老师，你真的会回来吗？相信我，老师跟你保证一定回来的，好不好？嗯，老师，我们说到做到哦，打勾勾。这样你会感冒的，等会回去吧。老师，我们说好了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老师，北风落，浪悠长，一杯酒出送一送我，梦之地的路。当你收到这一幅画时，我已经离开这里了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你只要记得一件事，在这个秋天，你给了我一段很美丽的回忆，不论是喜是悲。你好，郭老师给你这里。奇怪，都出去按久嘞，用的都还蛮正嘞。阿敏，阿敏，你要来了，你要睡觉，来这上课。什么老师没电？郭云天，你记得么？你记得么？北光下现亮沙的世界，无人会懂。郭老师，你真变这嘞？你记得么？该秋天。其规家气色都唔对啊，有可能迄感染，赶紧带到太医院去检查治疗，迄无含摆就麻烦嘞。对啊。眼弟啦，眼尾家就请到我阿爸抢救安排来个事。该就好，万一老爱转去哪药啊？俺老会去。什么呢？阿敏，先生讲要多啉水，来，加点啉水。阿敏，你在用的来嘞？调下阿敏，咱讲多你掉诶。我们看你今天没有来上课啊，
所以我们来找你们。古阿米，你好逊哦，你又生病了。我真无的，我迄种艰苦，因为郭老师去做的。唔讲乜解啊？咩？也都係成樣啊！哪一隻神經片下先嚟來媽啊？唔過，賣聲唔講啊！無啦，也是嗰群茶農吼，佢哋就吼為了抗議講，唔留吼落古嘅茶葉吼，就輸落轉來冇去做，將下先嚟就抗議啊！抗議？樣啊，也就按照意見啊，一定要講。這個小屁哦，我聽下就輸轉來，冇必要就講。條家，我通講佢哋吼，最近做啲慘上啊，講吼你也去輸成輸好吼，所以休工啊，冇一個做咧呢。冇做，冇做乜做啊？我看見就冇做什麼嘅，所以啦。阿叔，喲，冇同聲我出去啊？歹勢，你冇按位放戲啦，我也唔要再個老記鄉下出戲咧。是都講嘛該啦啊？阿叔，為到兩個事呢，我愛變愛，老愛冇中意跟人結婚，你冇知道按樣較高分咧。乜嘢係是同埋人講法啊？你戀愛交朋友就愛管愛，就愛控制愛，你按樣唔會聽事實，唔會聽高分咧。咩係是都控制唔㗎啦？郭老師本此條路嘅事情，係你嘅意思，係冇？就算係我意思啦，我喊你按樣做，真件做本嘅案件。你當然看啊，阿叔，條擺人家係講到你，也就講過動公用，也唔過要按多年，你嘅改變，真件要本來懂什麼？阿叔。你已經變咧，你知冇？感覺也名利，真件要本人想法改變，本人談心。咩樣啊？你竟講咁唔像樣啊？阿叔，我按樣做係為到你好，你做得冇愛搶愛，唔過搶你太脂肪上看那好冇？你掠下所做嘅好壞事，乜用我來承擔？係脂肪來承擔，你知冇？喂，迄個口，我係雪芬。聽講你請你老愛請假1年好冇？請假？你喺做乜嘅呢？我要去台北，有事愛攀。我哋咧，愛用做做錯咧。雪芬，我支持你。唔管你愛做乜嘅，講乜嘅，行出第一步。這是最重要的，加油！什麼你？你在笑什麼？我說啊，你最愛用失去才懂得珍惜，口點料好，很來彩，為時不晚。阿姊。知否？我也请郭老师啊。系啊。天上来老几个说你，你甲他老阿爸讲去发，那全部做通道咧。你记听我天上来老几讲说你哦。我会。我一定會。周大山，再會。聽講你最近啊，在做說啥事啊？順利啊？冇申請啊？廖慧花，係冇？你都講乜啊？你演啊，
你心肝有鬼啊！事情啊，已经挨低了，挨无差啦，算得。走仔，走仔。一杯酒出送一送。